3月11日，全球激光雷達龍頭和賽科技發2024年財報，首次實現全年盈利，推動股價單日暴漲超50%，創下行業歷史性突破。財報顯示，和賽2024年營收達20.8億元，同比增長10.6%，其中第四季度營收7.2億元，環比增長33.3%。全年激光雷達交付量50.19萬台，同比增長126%，連續4年翻倍。更關鍵的是，其 non-GAAP 淨利潤達1370萬元，較2023年淨虧損2.41億元實現扭虧，且經營現金流與淨現金流均轉正，成為全球首家達成此里程碑的上市激光雷達企業。從未來成長性來看，和賽科技前景樂觀。據消息，奔馳計劃為全球市場開發智能駕駛汽車，並將配備中國公司和賽科技的激光雷達傳感器，將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。2025年，和賽預計淨營收將達30億至35億元 ，non-GAAP 盈利將飆升至3.5億至5億元，出貨量預計達120萬、150萬台。另一方面，其在機器人領域的局加速。2024年單月交付量突破2萬台，預計2025年機器人激光雷達出貨量將達20萬台。技術面上，和賽股價此前已呈上升趨勢，此次財報利好將強化上升通道。只要後續業績持續兌現，和賽股價有望繼續上行，挑戰更高價位，引領激光雷達行業發展。